數據好冰冷，有業主持貨6年558萬買入，輸咗123萬，亦都有大批持貨3到5年嘅業主，甚至表面賺20萬，實質係明賺暗蝕嘅。大家好，我係優尊嘅 Hadley，而我身旁咧就係我哋嘅沙田第一城，近嚟二手交投量最高嘅一個樓盤喎。咁接下落嚟咧，我會用幾分鐘同大家喺條片度分析下，我哋近來咧二手同一手交投量最高嘅兩個樓盤，分別就係荃灣嘅盈駿同埋我身旁嘅第一城。同一個樓市，有人持貨半年蝕25%，亦都有人持貨30年大賺幾倍。喺另一邊廂，一手新盤就可以喺1個月內加價11.5%。喺2026年嘅樓市，究竟係牛市定熊市呢？答案係取決於你係邊一種買家。大家好，我係優尊嘅 Hadley，我哋唔會預測市場嘅走勢，只係負責解構真實嘅數據。今日我哋用2026年嘅4至5月份最新錄得嘅成交數據，將我哋嘅焦點放喺一手嘅新盤荃灣盈駿同埋二手嘅指標沙田第一城進行一個校對。我哋唔會給予盲目嘅買賣答案，只係提供一個客觀嘅切入點，等你自己審視現時樓市嘅底層資產架構係點樣。首先，我哋嚟睇下一手市場，由新鴻基發展嘅荃灣新盤盈駿喺5月份推售，我哋整理咗佢嘅推進軌跡。4月尾首批110伙，折實平均價格約17,177蚊。隨住首批報捷，發展商喺短短嘅1個月內已經連續加推啦。去到5月24日嘅第5號價單折實平均價格已經推高到19,149蚊，累計係上升咗約11.5%嘅。翻查翻5月尾嘅成交記錄啦，最高嘅造價亦都錄得18,827蚊。咁樣係咪代表市場嘅整體購買力突然間上升咗呢？並唔係，呢個係發展商嘅標準低開高走嘅收割劇本。首批用低價嚟撮合造勢，佢有人接貨之後就會階梯式咁加價去收割嗰啲日價利潤。買入第5號價單嘅買家亦都係受惠咗11.5%。我哋轉去二手市場啦，大眾成日都覺得二手嘅樓市唔係大升就係大跌，但係如果將沙田第一城近期嘅成交記錄攞嚟睇連同持貨年期進行一個深度嘅查冊之後我哋就會發現市場其實係處於一個極端嘅兩極化嘅平衡時空嘅。我哋可以見到有精準留底超短炒嘅業主亦都有長情嘅業主。根據數據顯示，我哋見到持貨僅有3個月嘅單位以412.8萬買入，極速以448萬沽出，3個月獲利9%，更加有持貨不足1年嘅 case，帳面狂賺15%。如果疊加持貨16至19年嘅長情業主帳面嘅利潤更加係高達1.25倍甚至1.8倍嘅。呢批底子極厚嘅業主完全掌握咗市場絕對嘅定價權。但喺頻譜另一端真正受到價格踩踏嘅係上一波樓市高位入市嘅業主啊。數據係好冰冷嘅。有業主持貨6年558萬買入，但係最後435萬斬倉，帳面係蝕咗22%嘅，輸咗123萬。亦都有大批持貨3到5年嘅業主，帳面係微蝕，甚至表面賺20萬，但係扣除咗洗費之後實質係明賺暗蝕嘅。佢哋面對高息同埋現金流嘅壓力以一逃生嘅難度係極高嘅。咁樣說明咗啲咩呢？而家二手嘅市場成交背後嘅供應貨源係截然不同嘅。二手物業嘅防守力同定價權已經唔再單純係取決於屋苑本身嘅質素，而係取決於你係邊一個年份用咩價位去買入。呢啲先係真實嘅資產優質度嘅差異。睇完一二手嘅數據對較，究竟你適合買邊一種呢？坊間嘅代理就會可能同你講邊個示範單位靚，但係優尊嘅臨床診斷系統裏邊，我哋永遠會將你嘅資產安全性擺首位。我哋唔會問個樓盤有幾好，或者係問你背後嘅資金厚度同埋現金流承受嘅壓力，究竟適合邊一種嘅遊戲。下集我會就住以上兩個情景去帶兩個處方俾大家，請繼續支持我嘅節目。我係優尊嘅 Hadley，下集見。